呢隻係一隻古代牧羊犬，由佢出世嗰日開始，我哋就記錄佢每日發生嘅小故事。今日係佢出世之後嘅第38個星期，等咗好耐啦。今日 Alpha 終於等到動物醫院放假休息啦。主人，今日我哋唔使做生意，你可唔可以帶我出去玩啊？我真係好耐冇出過街啦，就嚟生銹啦。鬥唔過死纏爛打嘅 Alpha， 主人唯有努力諗辦法去轉移佢嘅注意力。哎呀，咩嚟噶？新玩具啊，好得意啊！但係一陣間又唔見咗嘅，點解會咁噶？奇啦，再試下先。明明咬到噶，去咗邊度啊？吹泡泡想分散 Alpha 嘅注意力，冇諗到佢就越玩越興奮。主人今次唯有應 Alpha 嘅要求，攞起狗繩帶佢出街啦。搞事三兄妹，知道 Alpha 中意出街，中意同人互動，主人今日特別接受幼稚園嘅邀請，老遠帶住 Alpha、天竺鼠依依、兔仔豆子嚟學校教小朋友認識動物。我嚟啦！啊，好多小朋友啊！討厭，點解要我企喺度啊？仲要等幾耐呀？我想落去同佢哋一齊玩啊！佢係 Alpha， 打招呼啦。Alpha， 你嚇親小朋友啦！我哋今日嚟呢一度係同小朋友上堂噶，但係你咁大聲喺度吠，主人唯有先將你韞喺外面啦。Alpha 因為太嘈而韞咗喺外面，而家主人就先介紹依依俾大家認識。依依係個女仔，呢啲係乜嘢啊？水啱啦，佢哋要飲水噶。咁裏邊呢啲咧又係乜嘢啊？係木碎，如果佢喺裏面大便或者薯鼠，就會俾佢吸入去噶啦。大家好，我叫依依，今日我要為大家表演嘅係無敵風火輪，佢係我最中意嘅遊戲嚟噶。你睇，係兔仔嘅耳仔嚟嘅，佢對耳仔係黑色嘅。你哋好，我係豆子啊，同嗰隻過分好動嘅狗相比，我嘅個性比較文靜。介紹完豆子同依依，而家終於輪到 Alpha 再次出場啦。我知道我唔可以大聲叫，咁我就表演拿手絕招俾大家睇下啦。最後呢個叫做小犯人嘅表演，小朋友，我哋一齊細聲數到10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耶！多謝大家中意我嘅表演，我有嘢做要走先啦。樹熊唔食飯。最近 Alpha 好反常，只要一到食飯時間，佢就會發脾氣。Alpha 食飯，我唔餓，我唔想食飯，我想玩啊。Alpha 食飯啦。我食緊雞髀，食雞髀就唔使食飯啦。因為擔心 Alpha 唔食嘢會營養不良，喺不得已嘅情況底下，主人唯有攞出會令 Alpha 無法抗拒嘅牛肉罐頭。係牛肉罐頭啊！好香啊！我一早就知道，只要我忍得住唔食嘢，主人就會攞牛肉罐頭出嚟。奸計再次得逞，我好聰明啊咧！兵役通知，古代牧羊犬 Alpha 即刻到訓練中心報到，集合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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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再唔快啲你就會被罰㗎！仲喺度！狗狗從軍記，懶豬起身！案發現場1，毆打主人。食到啦！案發現場2，偷食青菜。俾啲厲害你睇！案發現場3，破壞家私。呢隻白燕星教極都唔聽，同我送佢去受訓。無繩招來訓練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嘅《狗狗從軍記》。
我係教練 Yes。今日要為大家示範嘅係無繩招來。所謂嘅無繩招來，指嘅係狗仔喺冇狗繩嘅控制下，都能夠做到聽到指令立刻跑返主人身邊嘅動作。乖啊，停下。Yes， 嚟，乖 ，Yes， 坐低，好乖吓 ，Yes， 乖。我哋無繩招來訓練，一開始唔能夠無繩，一開始仲係需要有一條繩。有乜嘢唔啱嘅時候，我哋先至能夠即時咁去引導下佢，糾正翻佢。當狗仔向我哋身邊走過嚟，可以喺叫佢嘅過程當中，可以定時咁發出一啲聲音，令佢知道就係走去主人身邊係啱嘅，然後嚟到身邊嘅話，會得到更大嘅鼓勵。好，嚟，去。乖啊 ，Alpha， 好乖啊 ，Alpha。如果話我哋叫隻狗過嚟嘅時候，但係佢完全冇任何反應嘅話，我哋可以運用長啲嘅繩，稍微引導下佢，輕拉一拉佢。Alpha， 乖吓，踎低，鼓勵下佢。Alpha， 好乖啊 ，Alpha 嚟。咁我可以順便強調一下我哋嘅指令，而我哋嘅指令就係過嚟。Alpha 嚟，好乖啊 ，Alpha， 好乖啊 ，Alpha 嚟，去，乖啊 ，Alpha。好乖啊 Alpha， 玩下啦，乖。無繩招來訓練，首先主人要同 Alpha 係處於分隔兩地嘅狀況，但係 Alpha 一見到主人就好似螞蟻攞蜜糖，即係根本就冇叫佢埋嚟嘅機會。遇到呢種情況應該點做呢？人哋踩追跟住你。呢個情況嘅話，嚟，你玩波啦，然後其實你要佢無論喺任何時間都叫到佢翻嚟嘅話，就要製造不同嘅情況，要俾佢知道任何情形，只要你叫佢，一定要翻嚟。Alpha， 過嚟，好乖啊 ，Alpha， 好乖。嗱，到我嚟干擾佢，而你就叫佢 Alpha， 但你要準備好，萬一叫佢聽唔到嘅話，即刻拉佢。Alpha 嚟 ，Alpha 嚟，好乖啊！學識咗過嚟，而家 Alpha 就遇到另外一個問題，就係佢成日都跑過籠啊！嚟 Alpha， 就係你叫佢過嚟嘅時候，佢如果過咗籠之後衝翻轉頭，其實你而家帶緊嘅話，即係有可能條繩要稍微收緊少少。叫佢過嚟嘅時候，原本條繩係好長嘅，過嚟嘅嗰個過程入邊，盡量先將條繩收短少少。咁萬一佢跑過咗籠，即刻就可以拉住佢，立即引導佢過嚟我哋身邊。其實 Alpha 咧，佢對任何新鮮嘅事物都只有3分鐘嘅熱度，咁就好似玩波都係一樣。玩波嘅話，可能就係俾佢掟咗5次到，咁佢就可能攰到唔想再玩落去。我哋盡量就唔好令佢玩到厭晒，可能第4次同佢玩第4次，我哋就要收埋個波先，咁佢就會隨時對呢個波保持一種新鮮感。嗱，咁你覺得 Alpha 接受呢個基本服從訓練之後，佢嘅穩定性有冇改善到呢？有啊，佢嘅情況改善咗好多。其實我覺得 Alpha 呢啲服從嘅基本訓練，最重要嘅係要將佢用喺我哋嘅生活度，喺生活當中不斷咁去要求佢同鼓勵佢，令到佢慢慢成長，慢慢變得穩定。到底 Alpha 能唔能夠穩定成長呢？完成咗基本嘅服從訓練，跟住落嚟仲有更加犀利嘅高級服從訓練等緊佢嘅。你哋想唔想睇下 Alpha 點樣先至學識立正同罰企啊？狗狗周記下個星期等你啦！訓練小貼士，想訓練你屋企隻狗狗一叫就嚟，你可以製造各種情景，
從玩樂同引誘中要求佢。除此之外，喺狗狗返嚟嘅同時，就要快啲俾佢聲音上嘅鼓勵，俾佢知道佢做啱咗。不過無論如何，出親街都應該要用繩拖住佢，咁樣先至係真正保護狗狗嘅做法啦。